Hello，大家好，我係 Elton。有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喺度揾緊一份工作，但係其實我哋係揾緊一個更加認識、更加了解自己嘅機會。今日嘅嘉賓，佢15歲就踏入社會，由快餐店去到保險、工程、銀行，佢嘗試過好多唔同嘅角色，佢亦都一次次喺選擇同埋離開之間，佢成日都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真正想要嘅係乜嘢呢？呢個係一段關於探索、關於成長、關於自我認識嘅旅程。我哋歡迎今日嘅嘉賓 Jelly， 我哋一齊聆聽下佢嘅心路歷程。Hello， 大家好，我係 Jelly。Hello Jelly， 記得我哋第一次認識係呢一個，有一次你嚟2週年嗰個活動，7年6週2週年嗰個活動，我嗰陣有個乒乓波活動，我哋咁樣認識嘅，我記得。好似有啲咁嘅事，係嘛？都有啲耐啦，係啦，好啊。咁好多謝你今日做我第2集 podcast 嘅嘉賓啦嚇。咁我哋今日都一個主題啦，我哋希望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嚇。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關於你嘅自我認識嘅部分啦嚇。咦，咁我都聽你講下啫，以我對你認識，你同我講過啦，15歲開始咧你就開始工作噶啦已經嚇。咦，可唔可以聽你講下當時嘅自己咧，你係點樣看待工作呢一樣嘢㗎？當時嘅我咧就覺得工作係一個好公平嘅交易啦。我付出咗嘅時間同努力咧，就可以換到當時講好咗嘅人工。我覺得好穩定咯。就算我嗰日嘅狀態唔係好好啊、偷懶啊，份糧都唔會少。呢一種付出就有回報嘅感覺咧，最大形成咗好大嘅對比咯，同讀書。因為嗰時讀書咧，就算我記錄都好，個成績都未必係最理想，或者可能係我用錯方法，但的確我將個挫敗感咧放到好大，所以正因為咁樣咧，工作帶俾我嘅滿足感啊，同埋成就感就好大，所以我就好中意返工。啱啱聽你講到付出同埋回報係有個正比嘅喺工作上面，係嘛？同埋你都話工作都聽你講話有幾有滿足感同埋成就感喎，係咪？係點樣嘅滿足感同埋成就感啊？可能係你返學係需要鬧鐘響，咁你就即刻都要偷一陣懶，然後先再起身。但係可能返工我已經唔需要鬧鐘，我已經仲會提早返工，即係好中意咯，就可能唔需要任何人提醒啊，就會好主動去做呢樣嘢。滿足感啊，唔係好識形容，但係就係就係當時覺得好 full 咯，即使好攰啊，可能都會覺得好唔會好攰咯。即係工作嗰個內容好 full，你嘅意思係可能係成功感，即係你完成咗一樣嘢就會好有滿足感。即係譬如你返完工覺得今日已經做咗5個鐘啦、6個鐘啦，之後就會好滿足咯。係即係我覺得係成功感加滿足。係都聽到你會肯定翻自己嘅個付出。有冇邊一件你都幾難忘嘅事情啊？喺工作上面你覺得難忘啊？係好多都好難忘，但係你自己難忘係一種開心定還是傷心？都可以，都可以啊。難忘嘅可能係第一份工啦，可能係15歲第一份工，通常都係做屋企最近嗰間麥當勞咯。難忘嘅係呢一刻諗起嘅咧，可能係佢當時叫我去洗廁所咯。係點樣難忘咧？呢個經歷係冇啊，我就係諗緊叫我洗廁所，係難忘就可能覺得呢份工原來包埋㗎，係啦，同埋最後我真係洗咗咯，就好難忘。同埋當時麥當勞仲有叫做步兵嘅一個年代，就係叫你可能雖然你係一個 part time，但係可能唔夠人手，都叫你出去送外賣啦。最難忘可能係佢突然間叫我一個女仔送4個外賣，係啊，即係呢啲嘢好難忘啊！即係如果你呢一刻問我嘅話，就係呢啲好奇怪嘅事咯，奇怪嘅事要洗廁所啦，同埋要一個女仔送4個嘅外賣咁，有咩感受啊？你再回想翻喺事情你自己當下，可能人哋叫我唔係好識拒絕人，太細個啦，同埋
即係覺得啊，你叫我可能我就去做咁樣啦。但係而家諗翻起好嬲，其實跟住我做呢樣嘢係啊，但係都幾特別嘅，覺得。係，所以講翻其實你係好嬲嘅呢件事。如果當時可以俾多次機會你會拒絕？唔係講笑，即係呢一刻可能覺得幾好笑咯。呢一刻回想翻，係即係嬲嗰個可能係講笑嘅。OK 啊，即係都幾有趣嘅。回想翻都係。咦，咁喺咁年輕嘅年紀啦，15歲下就開始工作，你覺得同齡嘅人最大嘅唔同係乜嘢啊？你覺得？最大嘅唔同啊，我覺得係呢樣嘢唔係當時即時睇到啊，可能係隨住時間慢慢咁浮現咯。中學嘅時期可能最大分別係同學嘅成績咯，佢哋只要我分配嘅工作嘅時間比較多啦，可能就個成績相對嚟講就同啲同學有好大嘅差距咯，係啊，就低分好多，係啊，呢個可能就係最大嘅分別。但係後來去到大學階段，其實我基本上生活同學習咧都填滿晒我嘅時間啦。咁空閒嘅時間，除咗攞嚟返工之外咧，即係好 full 咯。之後慢慢發現最大嘅唔同，可能係後期就因為我比同齡嘅人比較早出嚟接觸社會啲百態啊，學識咗點樣同人相處啦，同合作。好多啲好突如其來嘅事，即係逼住我一定要諗下點樣去解決啊，甚至不斷問自己啊，到底其實我好唔中意呢樣嘢，到底我要啲咩咧？呢一種批判性嘅思考咧，同埋待人嘅接物咧，可能我覺得係最大嘅唔同咯。待人接物同埋呢個批判性嘅思考，咁樣嚇。雖然啱啱聽你一開始話，可能我好細個嗰陣出嚟工作，因為可能都要分時間喺工作同埋讀書上面啦，可能成績就會相比同班同學可能會比較冇咁高分咁樣嘅嚇。咁但係你覺得可能我嘅 social skills 或者可能一啲critical thinking，啱啱聽你講批判性思考，你覺得會比較好嘅，比同齡嘅人？比同年嘅人可能諗多啲，有冇邊件事你印象好深刻？你覺得係真係令自己個待人接物啊，或者可能我嘅批判性思考係真係增長咗好多嘅？我覺得待人接物其實可能都係睇性格，即係我覺得由細到大可能都係咁樣啦。係，只不過係可能係唔會咁收埋自己，即係因為其實我本身都係比較 I 少少嘅人嚟嘅，但係可能喺工作上邊啊，或者係同人相處上邊待人接物，即使我好似好內向咁，但係我都會願意即係同人哋用我好 I 嘅模式去同人哋溝通咯。話待人接物啊，同埋批判性思考，你覺得係可能比起同年嘅人，你覺得你比較快去呢方面嘅能力有一個增長嘅？係批判性嘅思考啊，我覺得近呢幾年就好明顯嘅，因為即係個 background 可能我轉過好多份工啦，即係有工程啊、有保險啊，其實仲有教育一啲行業我都接觸過嘅，即係但係我最大唔同係轉行可能對而家好多人嚟講好難，係即係係啊！我身邊啲朋友可能都困喺嗰個 struggle 裏邊，即係覺得啊自己啊而家都差唔多20歲尾啦，即係可能轉行好似好大風險啊，或者係對於佢哋嚟講，好似轉行要睇嘅唔單止係個心理狀態，可能仲要係佢哋嘅學歷啊咁等等啦。我覺得。雖然有陣時我聽到都會認同某一部分，但係可能我覺得只要你想去做，人哋可能俾機會你，所以我覺得喺批判性思考上邊就我唔會太過認同。雖然人哋講啲嘢係好有道理，但係可能我都會自己跳翻出嚟諗一諗嗰樣嘢係咪真係嗰回事，係啦，即係唔會可能人哋講咩你就好盲目地跟從住人哋嘅一啲嘅諗法啦，或者意見咁樣。係，哇！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對自己好大嘅一個能力上嘅提升嘅批判性嘅思考上。
都係嘅。係啦。咁啱啱都聽你講咗啦，你覺得比起同年嘅人，可能你喺批判性思考啦，同埋一啲 social skills 上面，你覺得都係會比佢哋可能嚟得強啦，或者可能會快啲去接觸呢啲嘢嘅，係啦。咦，咁我聽你講下你喺工作上面嘅一啲事情啊，嗱，你都從事過好多工作喎，Jelly 係嘛？有麥當勞啦，推銷護膚品嘅 promoter 啦，保險啦，同埋工程去到銀行都有嘅。咦，喺咁多呢啲工作經歷裏面咧，有冇邊一份工作你覺得，令到你真係好似第一次真正去思考一樣嘢，就係其實我中唔中意自己而家呢一刻所做緊嘅工作嘅咧？有嘅，可能第一份工就最深刻都係喺麥當勞咯。我記得呢份工咧，其實我做咗好耐嘅，斷斷續續都做咗total 有大概6-7年。但係喺我做咗大概3年嘅時候啦，因為我中學畢業差唔多畢業啦，咁個經理咧就同我講：你都做得咁開心，你不如畢業直接過嚟做經理啦。我當時咧成個人就呆咗，個腦即刻諗以後日日要食麥當勞，日日要對住嗰啲客，咁我成個人生係咪就係咁過啊？嗰刻其實我都即係好深刻嘅，係因為喺我個腦裏邊不斷咁轉，即係我點答佢咧，我點回應佢咧？係啊，嗰一刻我先第一次好認真咁問自己，到底我享受嘅係麥當勞本身呢份工啊，定還是係同班同學唔係同班同事一齊好開心嘅氛圍咧？咁當然啦，時間係最好嘅驗證啦。當一啲關係好嘅同事咧，佢因為畢業個個都開始離開啦，我先發現其實個令我開心嘅環境變咗，再加上經理嗰個邀請咧，好似逼我正視呢份工嘅本質咯。咁後嚟我都好清晰咁知道，其實我唔想要去描述嗰種生活模式咯。係啊，其實我明我嘅快樂係嚟自於人，而唔係個工作內容。咁當嗰個核心都諗清楚嘅時候，其實我對呢份工嘅熱情跟住就消失咗，個答案就好明顯嘅。係，所以係同事令到你好想當時留低繼續去做呢份工作嘅。我覺得係同事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其次係始終翻 part time 咧，其實你冇乜太大嘅責任，翻到去攞又攞又食嘅意思咯。翻到去又食麥當勞啊，之後又同啲朋友即係同啲同事傾下偈啊，之後又好似咁就一日咁樣，就覺得好開心咯。係，但係我聽到似乎都可能雖然係好似好開心咁樣聽你講，但係好似唔係自己最想要嘅一個工作環境咁樣。其實嗰時真係冇諗實幾歲，係即係你問我20歲要做啲咩我都唔知，所以當時可能就因為即係佢咁問我，就真係開始諗呢樣嘢咯。即係第一次真係諗緊到底份工，即係開始感受到其實想要啲乜嘢咯。係啊，即係想要啲咩嘅工作環境咧？咁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嗱，當時好細個，可能未必會咁樣諗啦。咁但係你話經理可能就覺得你做得咁開心，不如做埋落去啦咁樣。但係咁你後來發覺，其實可能同同事有關啦，同事關係有關。咁你再回想翻咧，你覺得自己工作上面咧，你覺得自己最想要嘅係咩咧？工作上面啊，如果嗰刻可能係錢，其實唔係錢，我都唔知點講，就係想證明一啲嘢咯。證明一啲係啊，證明我好似好努力咁生存緊。係啊，可能係呢樣嘢，即係可能讀書，即係可能種種原因，覺得自己之後做啲乜嘢，唯一一樣嘢就係可能返工覺得自己好似真係好努力咁樣去生存。明。為自己生存㗎，係好似係咯，好似唔知點講，就係當下可能我冇接觸過太多嘢，而咁即係好衝擊咯，同原本嘅生活係啊，所以就覺得好似真係做緊一樣嘢。咁讀書唔係啊嘛，讀書望住本書都唔知喺度諗乜㗎嘛，係啊，係，所以
所以都讀書嗰陣，我聽到即係好似冇乜嗰個滿足感或者成就感啦。但係工作上面真係明顯係你覺得係多啲嘅。我聽你咁係啊，咦？咁我聽你講咗麥當勞嘅一啲嘅經歷啦。你話可能經理覺得你做得開心嘅，同埋佢都幾欣賞你啦，所以有邀請過你，不如繼續喺度做嘅。但係你自己覺得其實唔係咁想嚇。咁之後聽你講過，都喺保險業嗰度工作過啦，工作過都3年咁上下嚇。已經你覺得喺做保險嘅時候咧，你最大嘅收穫係啲咩啊？最大嘅收穫可能係接納咗自己嘅弱點喎，係啊，同埋要放棄嗰個階段做唔到嘅嘢。因為嗰3年咧，其實好努力去追趕啲行業嘅標準啊，成日都聽話咩 MDRT 做到就係一個你入行就應該要做到呢樣嘢，咁你先證明你真係成功咯喺當下。咁我發現咗其實自己唔係想象中咁努力，因為可能喺之前嘅工裏邊咧就純粹係賣時間同埋賣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時間同埋好基本嘅一啲銷售嘅嘢啦。但係如果你進入咗一個保險嘅模式，當時其實我仲係真係 build up 咗條 team 嘅，係啊，但係我由你 build up 條係啦，我當時係真係 build up 還好咯，我覺得係都唔係好滿意，係都唔係好滿意嘅。但係我發現咗自己係好麻木咁追個 target，但係就呢啲係一啲社會，即係好似係你入到去你就要做呢樣嘢，但係其實你冇問過自己係咪真係要想做呢樣嘢，同埋點解要達到呢個 target 咯。咁後來就因為我都覺得自己唔夠自律，係啦。咁最尾我覺得喺我生命裏邊，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失敗嚟嘅，係啊。到呢刻我都覺得係嘅，係啊。但佢帶俾我好多思考啊，同埋一啲進步咯。後嚟。當然啦，我花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去接納自己喺呢件事嘅上面嘅失敗。我開頭係唔敢同任何人講嘅，即使我好身邊好多嘅朋友去問我點解唔做啊，或者點，我都冇同過任何人講，因為我接受唔到啊。我用咗差唔多成1-2年嘅時間，係咯，係啊。其實而家諗一諗，其實過程裏邊有好多嘅成功啦，但我好容易因為一啲嘅失敗嘅陰影咧，就完全 cover 晒所有做得好嘅地方。咁而家覺得呢段經歷咧，俾我得出嘅結論，可能係focus 翻自己想要啲乜嘢。因為好多嘅行業裏邊，我試過做好多嘅工啦，就係不斷係人哋俾個 target 你，但係你做到個 target 之後，其實你就好空虛噶啦，係因為已經完成咗啦嘛。但係下一個咧。next 咧，其實係冇止境嘅喎，係啦，同埋無止境之餘，其實好即係個空虛感，我會反思翻，其實其實真係搣咗個 target 啫，係啊，到底你係想要啲咩生活啊？其實呢樣嘢可能對我嚟講先係最緊要，所以好大嘅一個感觸係當時你覺得好似即係搣緊一啲可能公司要求啦，或者社會要求你去完成嘅目標，但係到底呢啲係咪自己想要嘅咧？你都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會問翻自己嘅。我啱啱聽你講，你話好容易會因為自己嘅，即係你覺得嗰個經歷啦嚇，做保險嗰個經歷係失敗嘅。我啱啱聽你講呢個字嚇，咁同埋你話會容易因為有失敗呢個感覺，好容易 cover 咗你自己成功嘅地方。你覺得自己失敗個位係啲咩？點解你會咁樣諗嘅？冇出盡全力咯。我冇盡到全力。係啊，呢樣嘢最後悔。即係如果你話我出盡咗全力，真係做唔到一樣嘢，我覺得就即係無可否認，可能都唔係好適合自己。接受唔到呢個失敗，就當中真係好多嘅唔自律咯。係啊，即係可能你可以做得更好，但係你唔好做到。係啊。唔夠自律同埋唔夠努力，你覺得自己？覺得係好多嘅 moment 係，因為當時會辦一啲好多嘅一啲，即係 MDRT 只不過係一個大範圍，但係其實嗰間公司佢每一季或者每一個月，其實都會要你標一啲 target 嘅。你話你容易因為
有失敗呢個陰影，係又容易俾呢個失敗會掩蓋咗自己成功嘅部分，係嘛？咁我問你，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失敗？跟住你就話可能自己唔夠努力，唔夠自律啦。咁我就咁啱啱你係 elaborate 緊呢個唔夠努力同埋唔夠自律呢部分嘅，係啊，即係你係想講多少少呢部分。哦，係啊，繼續唔夠努力係啊，因為只不過係一個大嘅 target 嚟啫嘛，但係其實佢中間仲有啲好細嘅 target，可能我覺得喺個細 target 裏邊，即係人哋叫你咁樣做，但係你做唔到，係或者你冇認真去做嗰樣嘢，其實好多上司都好好，即係你應該咁樣 build up，其實你就條路係咁樣行，但係可能當下你就會覺得原來係咁樣行，但我又冇跟足佢喎，之後自己可能空餘時間就應該係咁樣做，但係唔知點解又唔係咁樣做。我覺得喺嗰一下咧，其實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要乜，但係好多嘢都係人哋俾你，而你應該要咁樣做，係所以主要係跟住上司俾你嘅一啲嘅方向啦，同埋指示去做咁樣，但係做下有可能會好似我知點解啦，係。好似個教練咁樣，好似個教練你知呢個上司當時好似個教練咁樣，即係成件事好似個教練咁樣，即係譬如我發現我成個模式就係好似，譬如你去打波，你去練波，個教練一定成堂一定會陪住你噶嘛，但係佢唔陪住你咧，你自己就唔會做噶，就係 accept 你喺呢個模式咯。即係你有個教練 lead 住你咧，你就一定係會好努力，因為你知道應該要做啲乜嘢嘛，同埋你知道佢俾呢個 target你就要去做咯。但係如果個教練唔喺度，你就開始我要做啲咩咧？同埋我點解要咁樣做咧？係啊，所以佢係一個都幾重要嘅，可唔可以咁講啊？都係一個俾方向你嘅人啦，教你嘅人啦，同埋係一個都同行者嚟。即係如果冇咗佢喺你身邊嘅話，可能自己就會可唔可以咁講，會有啲迷失嘅。但係我覺得人係孤獨，即係你冇理由身邊嘅人永遠都會陪住你噶嘛。即係冇理由個教練係佢只不過 lead 住你去到某一個位，但係佢唔會係陪到你走到最後，同埋每一個過程都係嘅。所以我覺得唔夠自律就係其實第一唔知自己想要咩，第二就係唔知自己想要咩之餘，其實你基本上唔係。雖然好似望住個 target 去走，但其實唔係咯，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唔夠自律，係或者我都 feel 到其實你係一個反思能力同埋嗰個自我覺察呢部分好強嘅人啊，即係你會回想翻可能自己有啲嘢就係即係唔係話當時做得好唔好對與錯，而係你覺得可以做得再好嗰啲。係嘛？即係譬如話，可能啱啱你話，可能唔係真人，可能係孤獨嘅，係咪？佢可能有時都需要自己一個人去面對一啲嘢嘅，可能唔能夠要求話，可能總係會有個人喺自己身邊啊咁樣。即係好似俾多次機會自己嘅話，可能你覺得就算可能當時嘅上司，你稱佢為教練咁樣嘅角色咁樣啦，就算佢唔喺自己身邊，你都會去有個 discipline 係嘛？去完成啲嘢咁樣。係，咦？啱啱我聽你分享咧，我覺得都反映住一個位嘅啫，你即係好似一開始你咁講啦，你係一個嗰個批判性思考部分，你做得都好嘅人啦嚇。因為我都聽你講過一個位啦，你做過呢個工程公司嘅工作咁樣啦嚇。你話當時你嘅上司都願意透過加人工去留你嘅嚇，咁但係你當時都可能你會選擇翻自己更加想做嘅就係讀書嚇，因為我聽你講我就話可能佢哋會可以留住你加人工俾你，但係就覺得你唔使讀書噶啦咁樣嚇，咁你當時都冇去接受佢呢個 offer 嘅，因為你會想去讀書多啲係嘛？呢個反映住一啲你點樣嘅人生方向，你覺得？當時就係過咗保險嗰份工作，處於一個比較自責嘅一個心情啦。咁當時就係做緊工程嘅工作，都係 sales 嚟嘅。而我覺得反映住，因為我大學咧係讀商科嘅，唔係工程。咁公司願意加人工留我咧，表面上好似係認可咗我嘅價值，但其實佢哋覺得我當時呢個位唔需要再進修，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
你留喺我呢度啦，我會加你人工，年年都會加你人工，但係你同我做10年工，同我做20年工啦，我會覺得好冇安全感，即係俾我意識到，除咗人工係加咗，但係呢份工唔可以代表我嘅一個自身價值去獲得成長咯。最簡單嘅道理就係，如果我跳出去呢，我10年後跳出去呢，我女仔嚟嘅喎，10年後跳出去，我有冇人請我啊？同埋我可以賺到呢個人工，我唔讀書可以賺到呢個人工，喺留喺工程嘅裏邊，淨係靠把口去 sell 嘢，我覺得好冇安全感。係，但係我覺得讀書就係提升翻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啫，係啊，提升翻我自己嘅核心價值咯。即係公司嘅態度咧，當時就好似拒絕俾我自己自我增長咁樣。咁我覺得反映咗我係需要追求一個比較長遠少少嘅自我價值，再加亦而唔係短期嘅一啲工資上面顯示嘅數字。所以都盡管係當時嘅上司都欣賞你啦嚇，我諗佢一定係欣賞你先想留你嘅，但係你會諗到更加多就係，如果繼續喺度做嘢，就算你加人工好穩定嘅工作，但係好似冇一個自身價值嘅提升啊，所以讀書對你嚟講係一個提升自我價值嘅部分。係咪？哇！即係呢，我見到一個位，即係無論係啱啱你分享嘅工程嘅工作啊，或者之前你喺麥當勞工作啊、保險工作咁樣，其實每份工作你都嗰個，好似正如一開始你咁講，你有一個自我反思嘅部分，批判性思考好強嘅嚇，即係每份工作你都會問自己想要啲乜嘢。係咪？每份工作都有個答案嘅喎，似乎係咪啊？OK， 好啊。咁喺呢個啱啱講起呢個工程工作上面啦，OK，你再反思翻，你覺得自己其實你想要嘅嘢係乜嘢？你覺得？其實喺工程嗰個做工程嗰個時間咧，就係我治癒自己失敗嘅時間。治癒自己失敗。係啊，嗰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有可能唔係。即係冇想象中咁好，係，然後就用嗰段時間咁不如穩穩定定打份工算啦。咁同時我又可以用part time 嘅形式去兼顧保險，係啊，即係當時係咁樣諗嘅。如果喺工程嘅工作裏邊咧，反思自己真正想要啲咩咧，可能係為自己工作，因為過往咧可能保險咧，其實好多時。最尾點解會覺得失敗呢？可能真係覺得對啲客唔住，係啦。即使我最後揀翻做工程呢，其實並非我本意，純粹係我覺得係我做呢份工程嘅工作，有穩定嘅工作之餘，我仲可以兼顧保險。但係其實我唔係咁想做工程，係啊，即係最啲嗰個問題就係唔係咁想做工程，同埋如果我真係要做嘅話，可能我真係要讀書咯。咁我可能要想慢慢升上去某一個比較好少少嘅位，俾我安全感啊！即係唔一定係即係個人工要好高或者點，只不過我覺得自己嘅價值啊，即係賺到呢個錢啊，即使我去到40歲啊或者50歲啊，可能都會係喺呢行都有一個價值喺度。咁可能呢一樣嘢因為上一間工程公司佢唔留我啦，咁我冇呢個進修嘅機會啦。咁令我反思自己想要嘅，可能係喺工作上面嘅安全感，同埋真係可以有更多學到更多嘢啦，同埋發展嘅平台咯。其次，我覺得最重要嘅係，發現咧我成個人生咧好似即係得工作啊，即係由15歲去到後期，有同朋友去玩嘅時間嘅。都有係咯，好多會同朋友玩嘅，即係唔會話即係真係得工作嘅。但係好多時忽略咗自己嘅興趣啦，同埋即係賺咗錢翻嚟，咁錢點樣咧？攞嚟做乜咧？其實錢只不過數字嚟啫嘛。咁你想要啲咩生活咧？同埋你喺度追求緊一樣乜嘢咧？我覺得帶到俾我呢啲思考咯，咁後來可能係咯，就係咁啦。係，哇！所以唔單止係當時，即係你話
講到就話想提升一個自我價值嘅部分啦，透過讀書，唔單止呢個位啊，因為你諗下，可能就係、咦，到底我工作嘅意義係乜嘢？因為啱啱聽你講就話，好似人生只係有工作你覺得可能唔止係咁嘅，其實都可能要花時間喺第二啲地方度嘅。好啊，我聽你講多樣嘢，我冇話借嚟，因為啱啱我聽你講到，好似有啲遺憾嘅部分，你話其實喺保險上面，你覺得好似有啲對唔住啲客咁樣。係呢部分係點樣㗎？自責同埋覺得好不負責任，但後來咧，我發現自己嘅思想係局限咗。即係我都有後期來安排翻一啲手尾嘅嘢嘅，因為我入去做銀行就必須要除咗個保險牌啦。我就發現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就係得一條路，其實你純粹係想 serve 翻佢哋啫嘛，即係佢哋有事你揾你可以幫到佢哋，或者去幫佢處理一啲事宜，其實唔一定要用呢個 title 去幫佢哋。你可以係同埋覺得將樣嘢攬晒上身咯。其實有啲人買嘢其實唔係同你買，係同間公司買，即係嗰個計即係嗰份 plan 啊，可能係佢真係需要先買，即使你唔喺度，佢都會同其他人買或者點樣。所以我覺得釋懷咗嘅係可能唔需要將個責任放到咁重，同埋其實真係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後期嘅事，所以我覺得後來都覺得係應該要 focus 翻自己咯。所以我聽到即係你其實你係一個責任心好重嘅人嚟嘅，還可以係，因為我啱啱聽你講就係話，好似覺得自己回想翻好似太攬上身呢個遺下，但係你再反思翻，其實你覺得呢個心態可以有個調整嘅，可以有個調整咁樣嘅。咁啱啱啫，我都聽你講咗好多一啲你對於自己嘅反思啦，喺每一份工作裏邊你想要嘅係乜嘢，甚至乎對你將來嘅規劃係點樣樣嘅嚇。咦，我之前都同佢傾偈嗰陣咧，都聽你講過一樣嘢啦嚇，即係你話你都中意俾人鬧嘅嚇，你覺得咁樣係一個俾你成長嘅機會嚇？咦，你覺得你中意俾人鬧呢個特質係點樣形成嘅咧？其實我而家都幾中意俾人鬧，而家中意俾人鬧。我覺得最主要係嚟自於我嘅家庭背景咯，即係我父母係一個雙職嘅家長啦。咁佢哋雖然好盡責，但係好盡責去工作亦都會即係有餐飽飯俾我哋食啊，有個安樂窩俾我哋居住啊。因為我哋屋企都多人啊，4兄弟姊妹。都明白佢哋養我哋好辛苦，但係確實佢哋真係好少時間同我哋溝通，基本上係真係冇乜點溝通，可以咁樣講。所以即係我相信好多人嘅家庭背景都係咁樣啦，即係上一代係啊。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其實唔覺噶，係啊，但係後嚟都原來呢啲係一啲缺愛嘅一啲特徵，同埋都好想人哋關注我，所以係令到我喺人際關係上面咧，我其實覺得自己係遲熟嘅，即係使好多啱啱啲嘅感受，其實我都係過咗可能一段好長嘅時間先會諗翻起，先至可以分析到咁樣咯。其實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嘅當時，係啊，但係內心其實好渴望俾人理解，係同埋關注。咁喺呢個咁嘅背景下咧，我不知不覺咁營造咗一個諗法嘅。其實如果有個人會願意花時間去鬧我啊，或者花心機去指正我啊，我覺得係 exactly 係代表佢關心我，係啊，亦都會對我有啲期待，佢先會咁樣做咯。係啊，所以我覺得我係將責罵會同重視係扯上咗關係咯。我亦都潛意識希望呢種人哋會透過鬧我啊嚟獲取對我嘅關注，係同埋證明自己真係成長緊，係。即使現階段都有呢種後遺症嘅，但係就你哋強啦，而家就咁所以呢一種中意俾人鬧呢樣嘢係
聽你咁講，可能係源自於你原生家庭裏邊，你覺得好似爸爸媽媽可能放喺你哋四兄弟姊妹上面，可能嗰個嘅時間啦，同你傾偈嘅部分都比較少啲。關心可能真係關心你哋嘅時間可能少啲，所以你想透過可能 so call 俾人鬧啦，OK 俾人指正啦，其實你覺得可能係人哋關心你嘅部分嚟嘅。係啊，所以我而家關心人都係鬧人嘅。即係你鬧人嘅係嘛？係啊，咁你鬧人嘅，我會鬧人嘅。係對。呢樣嘢其實都我明嘅，即係你而家問我明有陣時有啲人鬧我，可能係出於惡意，但係會識分咯。只不過潛意識嗰呢樣嘢都影響我太深，所以一下子你唔會好容易咁樣抽離到咯。單止可能係你覺得可能鬧人。即係 sorry，你俾人鬧可能係一種關心，係咪一種對你嘅愛啦，你嘅肯定咁樣啦。even 可能啱啱你話你都會鬧人嘅，係嘛？即係你另外咁如果你鬧人呢部分咧，你對人哋係一個點樣嘅？我真係出於關心，出於關心咁。因為我係排喺我屋企第3個，我下邊仲有個細路，成日鬧佢，係啊，即係嗰種鬧，可能我有陣時鬧完之後，我都會諗會唔會太惡咧？係啊，咁。Okay. 忍唔住啊，可能即係成長模式，同埋我會覺得呢樣，即係人哋對我係咁樣嘛，咁我都覺得咁樣對人，即係雖然我冇諗過人哋係咪中意用呢種方式，但係至少我覺得我係呢種方式，所以先用咗呢種方式去對人先。係，你細佬有咩反應嘅？佢 get 唔 get 到你係對佢關心？開頭係抗拒嘅，但後來可能我自己調節咗啊，係啊。我而家就學習緊點樣同屋企人相處嘅都係啊，而家就慢慢成長緊，係啊，所以都係 OK 嘅，係啊，而家嘅關係，而家關係 OK 同細佬係嘛 ？OK，起碼講嘢佢係會聽咯，係會聽，但係打電話會聽咯。OK， 所以都 feel 到係作為你家即係你係佢家姐啦，佢 feel 到家姐其實好關心佢嘅。佢 feel 唔 feel 到我就唔知啦，係啊，OK， 暫時唔知。OK， 好啊，咦，咁我都翻去你工作嗰部分啦。我諗喺唔同工作裏面，啱啱都聽你講咗一啲，你每一份工作你都有個反思啦，自己想要嘅嘢係乜嘢咁樣啦嚇。咦，咁可能聽你講下，你覺得喺唔同嘅工作同埋人際互動裏邊啦，你覺得有冇一啲，你有冇發現到一啲可能屬於自己一直以嚟嘅可能性格特質咧？係啦，對你嚟講，佢哋係一個優點定係一個挑戰咧？係啦。我覺得如果性格特質，可能我都幾善於反省同埋回憶。但係你問我佢係好定壞，我覺得係一把兩體咯。兩體係啊，我覺得好嘅係我好依賴之前經歷嘅嘢去做一個獨立思考。之後會反省到底呢樣嘢好定唔好。之後同埋都會喺過往嘅回憶裏邊充電啊，同埋吸收一啲經驗，同埋會帶俾我力量嘅，係啦，即係過往嘅嘢。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唔好嘅亦都要改嘅，可能有陣時反思好多咧，都係基於自己嘅諗法啦，同埋認知。但係現階段嘅我覺得眼界同經驗都係有限，反省出嚟嘅結論咧，對我嚟講未必係最全面、最客觀，可能。都係困咗喺一個盲點裏邊。係盲點。乜嘢嘅盲點啊？你覺得係？可能，盲點可能就係，其實你見我做咗咁多份工，都係冇一個，即係有啲人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係啊，但係我係要透過好多過往嘅嘢再去諗，再用嗰個階段嘅經驗，就係困咗喺個盲點裏邊。即係因為我太依賴之前嘅思考，係啊，好難跳出去。其實仲可能有其他嘅方案，所以而家我就會我發現咧，同人溝通係最好。即係我中意偷人哋啲嘢嘅，即係偷人哋，就算即使係做嘢上面，係啦。我發現最好嘅學習方法就係偷人哋啲嘢，即係睇嗰個人好嘅嘢就參考佢嘢咯。所以我覺得困喺個盲點裏邊就係唔好純粹
回憶翻自己，可能跳出嚟其實可能會有其他更好嘅選擇。跳出框框，我聽係唔係淨係透過自己嘅經歷去做一啲參考嘅反思，觀察其他人嘅可能處事方式啊，學習佢哋嘅方式咁樣樣。係咦，啱啱有一個位，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形容你咧，即係你話啱啱我聽到你都好謙虛咁，對我嚟講好謙虛啦，就話可能自己嘅眼界同埋經驗都有限啊，即係雖然都經歷咗唔少嘢，因為你15歲開始工作啦已經，但係你都講就係可能我都經驗都有限嘅。其實你都係一個幾謙虛嘅人，同埋都係一個不斷咁 push 自己我要努力咁樣自我成長，不斷咁提醒自己呢一樣嘢，你自己覺得？可能我覺得好冇安全，好冇安全，係真係好冇安全感。即係你問我點解我都唔知，係可能而家就係覺得可能我唔認同自己某一啲部分就係成績又唔係太好啦，做嘢又唔係話太叻啦，同人相處又唔係話太 top 啦，即係樣樣嘢都係啱啱好合格，我就覺得好似冇一個好優秀嘅位，所以就令到我覺得自己好冇安全。係你話成績又唔係太叻啦，工作表現又唔係太好，我聽你咁講正常咯，即係樣樣嘢都正常。你覺得呢啲嘅聲音咧，即係呢啲我稱為批判性嘅聲音，from 自己嘅，from 其他人定係點樣嘅？分自己嘅，係啊，即係好多嘢都係自己嘅，係啊，咦，姐你啊，如果而家有一個年輕人啦嚇，OK，佢喺你面前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追夢啊，或者可能探索自己人生方向嘅部分啦嚇，你覺得喺探索自己人生方向上面咧，你會透過自己嘅故事話俾佢聽啲乜嘢咧？你會想佢有啲咩係拎走嘅咧，或者可以有我共鳴嘅咧 ，from 你嘅經歷？我會想同佢講，首先就唔好俾一啲工作嘅成果或者其他人嘅一啲説話綁死咗你對自己嘅諗法咯。即係要學識抽離咯。即係當下係好難嘅，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你可能真係要跳翻出嚟，或者跳出一個自責嘅框框。當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就唔好淨係睇個缺點，因為我自己過往可能係啦，其實有啲地方咧，真係可能自己做得好咧，但同樣有啲地方係咪真係做得唔好？係啊，咁當然要改啦。但係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兩面睇嘅，有可能同一個做法放喺唔同嘅環境嘅結果就可能完全唔同咗。咁當然啦，呢個要加少少對自己認識啦，即係呢啲都係需要時間去驗證。但係分享一個比較好細嘅嘢，即係其實我身邊好多朋友咧，成日傾偈咧，我都 feel 到佢哋好 lost。咁當然啦，我唔係唔 lost 啦，即係有某啲情況我都會好迷失。但係我有時見到佢哋咁樣咧，我都會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咧？即係我成日都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同佢講，其實我覺得真係2年前學識打字嘅啫。係啊，即係打字呢樣嘢，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好簡單，但係對我嚟講，哇！我20幾歲都唔識打字喎，係啊，打中文字嚟啊喎，打中文字倉頡速成，我之前用筆畫，但係我用咗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只要你想學咧，真係冇嘢學唔到，所以當時我就即係必須要學啦，咁我就用咗1個月嘅時間就學得識，但係我過往10幾年都唔識嘅喎。係啊，個原因係因為當時只要你想學咧，我就會鏟晒所有嘅筆畫啊、手寫啊嗰啲。咁你自然每日打字就必須要用倉頡速成啦。咁真係用咗1-2個月嘅時間就學得識。我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嘢唔係咁迷茫，只不過係你揾到個方向，你唔願意跳出去。係啊，咁我想講其實相信好多嘢都係個養分咯，但係唔好將個時間拖太多咯。即係好多嘅經歷啊，可能其實每個人一啲好少嘅經歷，其實都可以俾到自己一啲能量或者養分，但係唔好拖個時間太長，因為拖個時間太長，其實你就好難再跳翻出嚟咯。係
無論嗰個樣嘢係好定壞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幫助自己認識自己。最關鍵嘅係慢慢學習以自己為中心，將呢啲養分慢慢幫自己成長，再慢慢咁諗下，因為人生除咗工作仲有其他嘢咁樣，咁就可以諗下多少少嘅 picture 向內擴張咁樣。OK， 以自己為重心，啱啱我聽你講，係咪啊？OK，係啦，所以都印證咗你啱啱第一句講喎，即係你都話，即係其實唔好俾工作嘅成果啊，或者唔好俾其他人嘅一句説話綁死咗自己。即係其他人或者可能我哋話社會嘅一啲嘅嗰個 norms 啦，個規範性嘅一啲嘅思維啦，唔能夠判斷自己，唔能夠定義自己，自己點諗先最重要嘅。係我頭先你講嗰個打字咧，我好有感覺，因為點解咧？我嗰陣咧我早少少，因為我年紀大你好多啦。因為嗰陣我自己係我哋小學一定要學嘅。小學已經一定要學，我一直都學唔識啊！速成同埋呢個倉頡咁樣，咁啊，因為我自己就有個位，我就係我曾經俾人笑啦，因為嗰陣小學嗰陣我全部都好快學識晒，我係中學咁樣，我同你差唔多快少少啦，我大概2至3個禮拜我學識咗即係速成咁樣啦嚇，唔識倉頡啊，即係速成係啦，所以我啱啱聽你分享，我見到好重要一個位就係嗰個目標啊。所以即係自己俾自己目標都要好清晰，係咪？好似你咁講，唔可以拖。如果我真係決定咗想做一樣嘢嘅話，我應該要去真係把一個時間，同埋真係俾自己一個方式，我要去完成咁樣樣。係咪？係。所以你都想可能聽到你分享嘅故事嘅人都可以明白呢啲嘢。係。OK， 好啊。咦，你覺得嗱？因為啱啱我都聽你講咗，即係每一份工作你都有好深刻嘅自我認識啦、反思嘅部分啦嚇。你覺得自我認識咧，對一個人嘅人生嘅選擇係擺住咩角色㗎？重唔重要啊？你自己覺得自我認識？我覺得好重要。而家嘅我咧，可能會覺得，我之前覺得努力好緊要，但係而家我反而覺得努力係需要，但係基本咯。但係選擇比努力更緊要。而家係覺得，因為我好深刻嘅係，可能做一個好嘅選擇嘅基礎，就首先要自己認識自己先。係，即係諗翻起之前咧，好多嘅決定啊，或者好多嘅安排啊，可能都其實唔係自己去安排俾自己，亦都冇諗過太多自己想要啲乜嘢，然後先再去做嗰樣嘢。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基於當時唔係好了解自己。係咁，雖然當然啦，呢啲經歷去到後來都係一啲反思啊，或者去到我而家我已經覺得係 stable 嘅狀態啦。但係就係因為過往嘅經歷同埋呢啲成長嘅一啲片段，令我更加確信，自己了解自己同成長，先至可以掌握翻自己嘅人生。如果唔係，就可能之後都會面對到嘅，但係有可能有咗呢啲經歷嘅時候，會清晰啲，或者更容易去點樣去解決到時。有呢啲經歷。係俾自己都參考嘅部分嚟，係咪啊？係，你啱啱你話做好一個選擇，其實可能比努力更加重要。係咪？你自己咧，你覺得呢一刻你嘅選擇係咩啊？我選擇係，我選擇，其實我已經選擇咗。我而家選擇咗我嘅工作。我而家有一個，即係我之前成日提及一個安全感啊嘛。係。其實我而家已經呢份工作嘅行業或者係個模式，我已經覺得係好適合自己。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平台都可以帶俾我好多嘅即係安全感咯。係啊，即係我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我都可以學好多嘅嘢。咁選擇呢個只不過係工作上面咯。咁除咗工作上面之外，可能我會選擇咗分多啲時間俾屋企人，或者係自己咯。呢 part 我未 plan 嘅，自己可能因為我啱啱先叫做休息完，或者係工作叫做穩定咗，雖然做咗2年，就啱啱穩定咗，然後我就覺得要分翻少少自己啲時間，俾翻啲時間自己，俾啲時間屋企人。係嘛？所以都係
愛自己嘅表現嚟。或者你都會關心翻自己，即係你唔單止就係工作嘅，工作以外嘅部分，其實我自己都關注嘅。譬如話自己啊，或者可能你重視嘅，譬如屋企人咁樣樣啦，係啲部分咁樣樣。呢幾年先學得識，呢幾年先學得識咁樣嘅。OK，係好啊。咦，咁我聽你講呢樣嘢啊，謝嚟。你覺得喺你人生當中咧，有冇一個人或者一句説話啊，任何形式出現嘅一啲嘅嘢啊，你覺得係影響住你嘅咧，令到你更加認識自己㗎？可能係一個問題咯。而且個問題好多人都會問我，或者係好多唔同嘅場景都會問人嘅，就係你到底得閒嘅時候會做啲咩啊？有啲咩興趣？係，其實我成日人哋問我呢樣嘢，我真係好難答，因為我第一時間都會答返工。係，我發現呢樣嘢而家就好啲咯。係啊，但係之前可能過去嗰幾咁長嘅工作時間，我真係諗到第一時間就諗到返工同瞓覺咯。其實我咩興趣都冇噶，即係我冇 build up 我啲興趣，都唔會花時間去做呢樣嘢嘅。係啊，但係聽喺一個培訓裏邊咧，好簡單，啲導師問啲人嘅興趣，我就答咗呢樣嘢。但係我發現原來其他在場仲有其他人噶嘛，哇！原來可以仲有啲形形色色嘅答案咯。咁我就會思考翻，其實我成日而家就會諗，其實賺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其實到底賺咗翻嚟嘅錢，你想要一個咩嘅生活，成為點嘅人？咁我覺得喺嗰一刻，我就開始慢慢探索緊自己嘅方向。姐你啊，如果要用一啲嘅可能詞語啊，或者可能係物件、顏色啊，任何你諗到嘅嘢啊，去形容而家呢一刻嘅自己咧，你會選擇邊啲嘅嘢啊？你覺得同埋點解嘅？我會用3個形容詞去形容而家嘅自己。第一個形容詞可能就係接納咯。咁都雖然已經承認咗同埋接受咗真實嘅自己啦，可能都會有懶嘅一面啦，就唔好即係逼到自己即係好似聖人咁樣咯。係啦，咁都包容咗自己嘅優點同缺點嘅，唔會再因為一啲唔完美嘅某一部分嘅我就要排斥佢。係啦，即係學識接納自己。第二個可能就係嗰啲叫扎根啊。我覺得我而家好似一個植物咁，開始慢慢喺個泥土裏邊開始扎根咯。係啊，因為我而家都算係工作上面有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啦，亦都俾到我安全感。我都知道點樣喺呢個工作平台咁走落去。係啊，咁嚟緊喺嗰個工作平台，我都會再進修自己啦。即係雖然未諗到，但係都想安排啲時間去再讀翻書。係啊，然後喺個人成長裏邊啊，覺得可能會開始培養翻自己嘅興趣。雖然好似好遲咁樣，但係由做運動開始先咯。係啊，同埋呢幾年就發現自己都幾中意做瑜伽，所以都幾中意呢種興趣嘅。係。另外就家庭上面咯，因為我而家都想即係花多啲時間去了解翻我嘅屋企人啊，或者我嘅兄弟姊妹，同埋學習點樣同另一半相處咯。第3個可能就係儲力咯。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停頓咯，因為其實我都休息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喺新嘅工作裏邊，我除咗即係工作之後，我好多時間都真係用嚟休息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年我都休息得夠嘅，係啦，所以我之前儲落嚟嘅力，可能就會開始慢慢向前行咯。即係可能喺學習上面啊，或者思考啊，或者一啲體驗啊，即係為未來去開始儲力，同埋一直向前行咯。咁就開始慢慢揾翻自己嘅節奏，係。咁喺呢度答翻你啦。之前你問我想要點樣嘅生活啊？係嘛？而家嘅我可能其實都係主要3點啦。喺工作上面可能再繼續努力啦。係。雖然揾到一個適合嘅平台，但係都呢個方向都要少少時間去摸索點樣繼續行落去咯。
第二嘅就係我都會開始安排多啲時間或者精力去認識自己。即係過往，我覺得我而家已經開始認識自己，但係可能係6成，因為我覺得認識自己唔係一個短暫嘅事，係都可以唔同年紀有一個唔同嘅我咯。係啊，咁就培養多啲興趣咯。第三就生活上邊啊，可能我會想做一啲具體少少嘅嘢。係啊，生活上邊就想同屋企人或者朋友或者另一半去做多啲體驗嘅嘢，即係創造多少少回憶。係，因為過往我同朋友嘅回憶咧，好多時都係留回憶喺中學嘅 moment 啊。即係好多每一次同朋友嘅聚會啊，你講嚟講去都係嗰個 moment。中學嗰陣係啦，都係中。我就發現好似少咗好多畢咗業之後嘅回憶。係啦，好多時都係純粹食飯或者 update 下大家嘅近況。係啊，但係呢種好表面嘅交流，我覺得好似辜負咗10幾年嘅友誼。咁唔係大家想嘅，可能真係太忙，但係可能就想即係同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另一半啊，創造多啲真係好似60幾歲、40幾歲都會回想翻起嘅一啲回憶咯。係，即都係一啲好希望我製造一啲都幾印象深刻、刻骨銘心嘅一啲嘅回憶咁樣樣。係啊，即係玩下啲好刺激嘅活動咯。係。我上年就同啲朋友創造咗一個回憶，就係去行咗富士山。哦，係，哇，係點樣㗎呢個？上山就有啲上山就好興奮，但落山就腳軟。因為回憶可能係因為係我話要行先嘅，然後我都估唔到啲朋友會想同我一齊行啊。其中有一個好深刻嘅就係其實嗰個朋友平時冇做開運動㗎，佢基本上去到中途都想放棄嘅，但係可能就係因為我同我朋友都想去，同埋都俾咗啲鼓勵佢，咁最尾咩好好嘅回憶就係晒回憶咯，就係三個朋友做咗啲咁嘅嘢而好開心，係即係回想翻喺呢件事，其實你自己都覺得哇，好似完成咗一件都幾唔容易嘅事情咁樣。係啊，同3位，而且都係同2位，即係計埋你3個，同2位好好嘅朋友一齊完成咁樣樣嘅。係咪啊？咦，我聽到個位喎，即係你，即係雖然啱啱聽你講就係話，如果人哋問你興趣係乜嘢，你就可能會話工作同埋休息、瞓覺咁樣係咪？咦，咁但係我聽到一個原來都你呢刻你話可能將來想做嘅嘢就係創造更加多一啲回憶，俾自己可能將來你話40、50歲、60歲回想翻都會好開心，都會令自己會心微笑係嘛嘅一啲嘅經歷咁樣樣嘅，係咪？好啊！咦，咁我最後聽你講下，即係你覺得即係你希望即係可能聽到我哋呢個 podcast， 我哋呢個對話嘅呢個觀眾咁樣啦，我哋咁樣聽我哋咁樣傾完偈，你覺得你希望佢哋帶走啲乜嘢嘅力量同埋啟發㗎？即係 from 你嘅經歷裏面。我希望可能如果有啲朋友或者聽眾佢對於前途有啲迷茫，或者俾呢個社會或者工作定義咗、束縛咗自己嘅同行者，可以喺我嘅經歷裏邊揾到一啲共鳴，係純粹共鳴就 OK 啦。共鳴就係啊，我覺得自我認識同自我成長咧係分唔開嘅，都係需要時間嘅。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好大嘅感受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可能我哋讀書啊，有老師啊，工作有上司啊，成長有父母啊，好多人同我哋講應該要點做，要點樣成為一個點嘅人，你應該要達到啲咩 target， 係啊，點樣成長。但真正大咗嘅時候，而家20幾歲，其實呢啲人咧，佢唔會再 lead 你嘅啦。佢哋開始慢慢退場，佢唔會再教你點樣做人啊，或者唔會俾啲 task 你啊，唔會俾啲功課你啊。但可能呢一刻好多人都覺得算啦，我都係咁噶啦，或者佢哋基本上冇意識到，其實我哋好似唔再有任務咯。即係我用任務去形容，我唔知係咪好貼切。我覺得咧，自我認識嘅過程可以好慢嘅，但係要相信自己節奏咯。
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可以成為自己最好嘅引導者，係啊，即係安排啲功課俾自己啊，安排啲 mission 啊。我覺得學習做自己嘅上司，做自己嘅老師同埋父母，以自己為中心，咁慢慢成為自己想成為嘅人。我覺得喺呢一刻，咁你就 feel 到自己好似真係慢慢咁掌握到自己喺呢個世界上面生存或者人生嗰個主導權。係啊，睇法我就唔講太多啦，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睇法都唔一樣，係啊，都唔可以加於我睇法去其他人嗰度，所以留翻啲思考空間俾大家啦。最後我都好想送一句說話俾各位聽眾，每個人嘅花期都唔一樣啦，都唔需要焦慮有啲人比你提前擁有嘅。哇，好，即係我聽到我自己都覺得哇，好 touch 到嘅，係特別你講咗一句，即係頭先你即係喺呢個你話俾所有觀眾嘅說話之前，你就話其實諗法你就唔會分享咁多啦嚇，因為你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嘅，可能都唔想強加於可能自己嘅諗法喺其他人身上咁樣嚇，即係我覺得好似印證翻頭先一開始你所講嘅，即係以自己為中心，自己成為自己嘅領導者，自己成為自己嘅老師啊、上司啊咁樣係嘛？冇咁去自己俾翻啲期望自己，而唔係可能盲目去追求一啲社會對人嘅要求啊，或者可能其他人對自己嘅諗法。今日好多謝你做我嘉賓，分享你嘅故事，多謝你，謝你 ，thank you，多謝，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啱啱姐你嘅分享，佢話咗俾我哋聽，喺每一個人生嘅階段裏邊，除咗工作之外，仲有我哋同其他人相處，包括我哋原生家庭或者朋友嘅部分。其實每一段經歷，我哋都值得去自我反思、自我覺察，諗翻喺每一個階段裏邊呢，其實我哋想要嘅係乜嘢？而且佢都強調咗一個位，我哋要成為我哋自己，我哋以自己為中心，要成為自己嘅領導者。去尋找更加多屬於自己嘅理想中嘅生活。我哋今日好多謝姐你嘅一個分享，希望聽到嘅你哋可以都透過姐你嘅故事裏邊得到更加多嘅啟發。